下集香港有真侪人民伫咧新城市广场即搭遮汇集，大声唱出为着即边反送中运动创作的新歌《愿阳光归香港》，就是望要向全世界表示坚定追求5项诉求的决心。昨暗一世界拢有即款较软性的运动咧举办，过程嘛算平静，算顺势。新城市广场拢是人拍开手机电话，唱香港民众创作的歌《我愿阳光归香港》。甲过去反送中行动定发生起的抗争无同，昨夜暗时，香港人用温柔的方式，用歌声要求政府回应5大诉求。各地活动拢算是和平，暗过也是有遮冲突。手抱一个走音的查甫人，用手机翕当地商场唱歌的香港人，因化不缓，就发生冲突，造成这查甫人受伤。落尾是警察到现场保护伊离开。安那当地日内瓦召开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2摆会议，香港各界妇女联合协进会主席何超琼出席，嘛发言谴责这段时间香港示威的暴力行为。In the 95 days since June 9th, Hong Kong people have been plagued with 130 protests, in which over 110 ended in unprovoked violence and unlawful acts, driving hundreds of small businesses to close down and many workers jobless. Ordinary citizens are the hardest hit victims. 伊个讲到有学生为学校或者是网络向鼓励参加罢课，万份警察甲反政府观点，呼吁国际社会谴责这人甲网络红人。那发动罢课学生会设定13中秋进前，要求港府回应诉求，无因无摆度抗争行动会搁再增强。迄暗有民众嘛计划伫西山大家手牵手，各面顶已经申请15，要搁再发动大游行，呼吁拥护派抗争者甲和平理性非暴力派斗阵上街头。到时阵示威能量是毋是会搁再提升，受到大家关心。记者综合报道。有真